唉，而家午夜啊，已過凌晨咧，一個半咯。唉，人咧始終都係要瞓覺，唔瞓覺咧就會覺得夢係唔存在咁，只係全部都係現實。現實咧勞勞碌碌，細嘅咧要讀書，大嘅咧要返工，老嘅咧要消磨時間啊！唉，我其實係真係好渴望咧，啲人哋咧係可以真正做到如何去消磨時間咧，消磨得快樂啊！即係會留低個深深刻刻嘅內在嘅快樂喺度啊！咁你話點做？就係聽歌咧，將啲歌入邊嘅感覺咧記低佢。歌入邊嘅感覺咧記低佢咧，係要經過好多含蓄嘅文字。嗰啲含蓄嘅文字表達出嚟嘅情緒咧，就係有啲清楚，有啲俾種清楚你去 feel 到佢嘅感覺嘅嘢。咁咧，你話千古傷心文化人，殺人無力求人難。何以消災？何以解困憂？我哋從一棵花需要嘅營養開始，我哋從一個人需要嘅精神去從嗰啲花花草草嘅嗰種不屈不撓嘅生命中，去得到點綴嘅走煙之外嘅藥物，走煙之外嘅藥物，嗰啲就叫做內在嘅反應。對於我嚟講，所以你話咩研究黑格爾啊，精神現象學啊，跟住咩的崛起啊，咩的衰頹啊，從黎明到衰頹啊，我都願意將啲故事咧改編啊，將啲故事咧變成咗浪漫嘅故事，係浪漫嘅故事。人咧真係唔係就係沉醉喺鬱結之中噶嘛？你話劉先生即係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咧，但係又嚇死異鄉一般死喺牢獄之中嘅病痛人士啊！咁你話我點會步人哋嘅後塵咧？我唔中意嗰啲咩鐵窗邊緣的自由啊！我入獄期間啊，即係喺嗰個醫院啊期間啊，我媽就攞咗呢本書俾我睇。我唔明白佢係咩回光返照咧，定話係本能反應啊？我唔理解，因為我想要嘅書係一啲俾到一啲精神養分我嘅感覺。我有一段時間咧，我幾乎係咩書咧，我都中意去掀下佢咧，去摘錄一啲入邊一啲俾到感覺你嘅句子。例如話月光孤零零一個，係我㗎，唔，似乎係我嘅咁，因為呢個係我18歲嗰年寫嘅。月光孤零零一個，我企喺地上面望住你咧，知道你眾星盤托得遙距咧而寂寞，但係月亮最圓嘅時候咧，偏偏係最寂寞嘅時候，因為星星咧唔見咗啊，因為啲光咧射唔到入嚟，係咪？我唔知係咪啊，真係唔知係咪呢個天文學嘅現象係咪咁樣。總之就係月光最圓嘅時候咧，星星就特別少，而且星稀咧，月朗，雲霧咧不遮月啊，所以我係
需要講好多浪漫嘅説話咧，令到啲小朋友咧係有啲內涵嘅感覺咧，去熱愛佢咧，去培養佢，係覺得自己咁樣講嘢咧，係俾到人哋覺得好聽嘅説話，係俾到人哋咧一啲覺得你其一咧就係我叻，其二咧係咩啊？其二咧就係我有人生經驗啊，我講嘅説話咧，以後咧你都會聽咁樣咯。好啦，就咁樣咯。拜拜。